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新闻世界通》，我是苏眉，邀请大家踮台湾看世界，用台语了解国际台。美国期中选举即阵是正咧开票，这回选举是有选国会议员甲一寡州的州长。咱先来看国会部分，众议院这边435席的改选结果，甲各界已告的相像。在野党共和党摕到的席次是比执政党民主党较济，正做上大党。统计到台湾时间暗时8点，共和党至少是对民主党的手中抢9席过去。美国众议员甲台湾的议员同款，一个州是会有选举落的。对边这张图是显示讲，各州是倒一党的参议员较济。掠我边的佛州来看，佛州计共是选28席，其中是有共和党占20席，民主党占8席，所以咱就甲插做红色的。同款意思，哪色的就是民主党较赢，有灰调的是平手。另外，参议院的部分目前是热过咧车拼，要搁伫咧选举进前，两党分别是掌控50席。目前的战局当中，本地属于共和党的民主是去互平盘，不过共和党嘛有伫咧其他州甲民主党并撇来的机会，啥人会当掌控参议院，输赢只差一席。已经连任的佛州共和党参议员卢比欧，在期中选举成功3连霸，甲参议员席次保掉啊。Most important thing is we're not just going to elect Republican senators. We're going to elect new people with fire in the belly who know why they're running. They're running to save America. 在参议院的选情方面，地图顶悬红色的部分，就代表共和党已经确定摕到的州，包括佛罗里达、南北卡罗来纳、俄亥俄、肯塔基和印第安纳州，是包括美国东南方和中西部。关键州宾州是确定互民主党摕到。民主党候选人费特曼本来因为健康问题，互选情是真紧张，落尾是成功出线。来看众议院的部分，对规个拢是红色的版色，当看出共和党拍败民主党摕到多数，应该是已经确定啊。内面特别会当讲的是，对参议员转众议员的民主党候选人巴林特，成功变作佛蒙特州第一个女性同志的众议员。That I will not back down from hard fights in Washington. I will carry your hopes and your wishes and your stories with me. 政治专家指出讲，共和党伫期中选举会当占优势，主要是因为选民对执政党无法度处理经济问题感觉真失望。虽然讲共和党伫提囡仔权和公民权这议题立场实在伤保守，但是为着互生活会当更较好，因愿意搏看卖。Democrats control the Oval Office, the Senate, and the House. And typically there is a change where a lot of Americans prefer, at least for part of a term, a divided government. 现任众议院的议长佩洛西确定把众议员的席次保掉，只是讲众议院的选情明显是较歪共和党。议长这位击败恐惊摕袂到，和佩洛西同款是对加州内的共和党众议院州所党的头人麦卡锡，方认为上有可能是新议长。公司新闻张淑芬编译。所以来甲大家做伙来看美国州长的选举，来熟悉几位特殊的当选人。头一位是马里兰州的当选人，民主党的摩尔，伊是赢做马里兰头一个黑人州长。第二位民主党的希利当选麻州的州长，是全美国头一个公开家己是女同志的州长。咱头拄则讲到这两位，毋但拍破族群甲多元性别的记录，伊嘛拢并盘甲州长的大位对手共和党的手中摕走。所以来看两位共和党的当选人，阿肯色州的当选人桑德斯是阿肯色头一个女州长，伊过去是捌做过 Trump 时期的白宫发言人。过来这位成功连任的佛州州长德桑提斯，互人认为讲是共和党内即阵上有机会甲 Trump 争党内提名去选2024年总统大选的人。讲到2024的总统大选，民主党迄边会派什么人来竞选？除了现任的总统拜登，阁有现任的加州州长纽森，即阵是有真侪人支持。这回州长选举，纽森已经轻松连任。共和党籍佛罗里达州长德桑提斯初八暗时轻松连任成功，伫太太甲囡仔陪伴之下发表胜选感言，不过好亲像为中护话。We've accomplished more than anybody thought possible 4 years ago, but we've got so much more to do, and I have only begun to fight. God bless you all. Thank you very much.
美国前总统川普进行受访时阵，捌警告德桑提斯唔通介抢共和党2024年总统大选提名。即卖伊顺利电竞，名声搁较悬，是毋是导致总统大选也增加变数？ I believe that it's clear that Governor Ron DeSantis is the new leader of the GOP, and that if we want to truly take back the White House and continue in this direction, Florida's clearly the roadmap. 同款甲川普关系，就是伊做总统期间的白宫女发言人桑德斯，伊有全国知名度，虽然9月捌开刀段伊提出选举，不过策备依然顺利，在阿肯色州的州长宝座。不过宾州州长之争，民主党的夏皮洛是拍败川普的坚定支持者马垂诺。民主党籍的势力策备当选马州州长，加做全美第一个公开出柜的女同志州长。 民主党籍纽约州州长霍克尔去年8月，则提因为性骚扰见小戴是一个巨魔，策备也顺利当选，加做这州第一位民选的女性州长。Tonight, you put your faith in me, and I will never let you down. Never let you down. Thank you. 选前拜登大力徛台，民主党籍马里兰州州长参选人摩尔，策备顺利当选，也加做马里兰州史上第一位非裔州长。民主党大票仓的加州，名车州长杨森策备轻松连任，也互外界预期可能导致2024美国总统大选。公司新闻警员庆评价。这届期中选举受到国内外关注。 对于美国国内来讲，是总统拜登的期中考试，是处理经济、提囡仔权利、性管制、移民问题等等的关键时期。对国际来讲，对乌克兰援助的程度，挺台湾的日头嘛，拢会受到牵连。时阵带大家做伙来看这站分析报道。 这摆期中选举，真侪媒体拢讲是美国几十年来上界重要、造成的影响会上大的一摆期中选举，因为共和党变作众议院的多数，甚至若连参议院拢赢，会互美国国内甲国外的重大政策改变方向，嘛会影响到2年后的总统选举。美国的政坛搁较有可能会出现真侪新的风波。 因为众议院掌握着调查的权利，所以期中选举共和党摕到较侪实处了后，原本由民主党议员发动的针对前总统 Trump 在2021年1月6号涉嫌煽动暴民攻入去国会的事件，还有 Trump 将国家机密资料藏伫伊私人别庄，这当地调查的案件可能拢会出现变化，调查委员会会互解散。 共和党议员甚至有可能反倒转来调查拜登总统，包括伊决定要将美军为阿富汗撤离所引起的争议。另外，拜登总统的后生 Hunter Biden 接受中国威胁，一寡非法的行为嘛，拢会互共和党挖出来调查清楚。 虽然拜登总统本人已经唔拿一摆表示有想要搁参选后一任的总统，但是这摆期中选举，若是民主党伫众议院甲参议院拢输，拜登总统唔拿伫民主党内声势大落，未来2年伊要推动任何政策拢会非常困难，等于是变做一个摆卡的总统，搁参选后任总统的机会就无悬。但是去年输互拜登了后，一直就唔甘愿的前总统 Trump。 目前伫共和党内 ，Trump 依然是上有势面的头人。即摆共和党若大赢，伊2024年搁出来选总统的可能性就会大大增加。In order to make our country successful, safe, and glorious, I will probably have to do it again. 期中选举的结果，共和党若是伫众议院甲参议院拢变做上大党，真有可能会开始推动，甲禁止查某人摕囡仔的法律变做联邦法律，规定全国的女性有生超过15礼拜，就袂用个摕囡仔。另外，对外政策的部分受到上大影响的，可能会是对乌克兰的军事援助。期中选举了后，众议院共和党领袖麦卡锡应该就是众议院的议长。 伊之前就捌公开表示，美国国内已经对拜登总统一直开钱援助乌克兰出现一寡反对的声音，所以一旦共和党重新掌握国会，就会减少对乌克兰的援助。不过对台湾来讲，共和党变作众议院的多数，其实并唔是一件歹代志，因为共和党对中国的态度一向拢比民主党更较强硬。麦卡锡若是担任众议院的议长了后，相信会伫推动甲台湾相关法案的时阵更较积极，要求拜登总统赶紧采取行动，强化台湾自我防卫的能力。记者甘延恩编译。世界上大条，带大家来关心国际主流媒体新闻重点。头先来看日本三经新闻。南韩表示，因伫咧附近的领海获得北韩射飞弹残骸。
经过判定是经苏联研发的 SA-5地对空飞弹。罗西亚攻击乌克兰的行动嘛是使用共型的飞弹。韩国朝鲜日报报道，根据调查，韩国首年的人口甲英国伦敦差不多。首年市府去年的用电量算是加伦敦1倍。专家就建议讲，要加强公共建筑省电的设计。英国 Times 报道，英国的内阁大臣威廉森，互人指控讲霸凌董事长失职，这已经是威廉森3年来第3届对政府部门失职。所落来是美国《纽约时报》指出，美国有史以来对立上界严重的期中选举，所传出几落件投票的机器各用的事件，尤其是亚利桑那州，竟然是有223台机器出问题，引起造票的争议。上尾是华盛顿邮报，美国佛州顶个月互飓风伊恩扫甲灾情惨重，也未付定件。即阵煞阁有另外一个强烈的风暴尼克，当地时间初9可能就会登陆佛州。缅甸军方的政变已经在变2年，即阵也是有反政变的民兵无放弃战斗，因为无武器通好用，因着家己学做炸弹甲枪。不过因为因这阵人都无经过专业的训练，未少民兵是因为炸药提早爆炸就死亡。伫缅甸北部一个德拿，几个反军方政变的民兵当要出试拄制作好的迫击炮，但是嘣一声，炮弹就伫广广内面炸开，现场马上拢是哀的声音。我出事地点的3个人因为直接轰炸着，已经无命。像安尼伫试武器的时阵受伤，甚至是无命，对民兵来讲已经毋是第一摆啊。伊我无这边的啊，伊我无推介啦无，要离力的无，他们爱力的咯，无拢表出来，面拢啊咯，面啊的么表的，面拢啊啦，古年啊家伊面拢啊啦，表的。伫过去一冬外，反政变的民兵是一直想要反击，但是欠武器的状况之下，干那会当想办法应变。伫临时工厂用双手一步一步打造家己的武器。小弟要摕来，是讲小弟来讲呢，第3年米浪药，后摆腰段，后摆嘛食的，就开了过，系咯没。只是讲要制作军武是需要真高度的专业，原料抗济抗少，拢可能互做的人无命。假送啊，啲超成媽媽產的嘢咧，啲操作員假送嘅嘢話是咧，啲操作員立一嘅，啲理解產嘅立一嘅嘢話是咧，嗱操作員啲話苗噃嗱，啲不他媽殺啲最硬隻個殺咗，攝片嘅擺啱呢啦噃，所以啲錄音咧ပဲ啲攝片拗嘅咯，啲變成嘅啦噃，啲殺不他媽嘛咯，多啲咯，客ဖြစ်တဲ့多啲咧，啲雞蛋啊，啲假送嘢話啲咧，多啲咩咯，都死嘅。明知山有好，偏向好山行，靠的都是信念。军武专家讲，无明确的数据会当评估，这家己做的武器到底有效无？但是民兵认为讲，手工武器确实是用得到的。伫个武力这么无对等的状况之下，因共款会继续做武器，韩军政府继续战斗。公司新闻7万连编译。考古学者最近伫咧意大利的托斯卡尼的一个浴场遗址，是发现20几个当中，有的已经是有2300年的历史，非常珍贵。专家就认为讲，这是真有可能会解释罗马帝国的历史。工作人员好了甲当中为土地挖出来，这是意大利东部的托斯卡尼，伫个古罗马帝国兴起来进前，伊着拉斯坎人都伫个遮生活，而且发展出浴场的文明。考古学家最近伫即个有温泉、甲这段功能的古浴场遗址，发现24个保存了真好的青铜雕像，年代会当追溯到西元进前1世纪至2世纪。Queste statue recano iscrizioni alla divinità della fonte, che sono sia iscrizioni in latino che iscrizioni in etrusco. Si tratta di capolavori dell'antichità che aggiungono e aprono un nuovo capitolo nella storia della toreutica e del sacro tra Etruschi e Romani. 负责印出的考古学家指出，这个青铜雕像包括太阳神阿波罗、甲健康女神希格亚，当初有可能是伫个祭典仪式的时阵，互献予圣水，所以放入温泉内底。一届做伙出土的，还佫有6000外银角啊，有金的、银的、甲铜的，同款嘛有祈求身体健康的用意。专家讲，这个温泉的水发挥保存的作用，或者古物看起来差不多拢好溜溜。Una scoperta straordinaria perché ci restituisce un corpus di bronzi originali di epoca romana davvero unico al mondo, in alcuni casi anche sculture di un certo impegno che forse rimandano a originali più antichi, a originali ellenistici. 意大利文化部认为讲，这是地中海地区
考古上界重要的发现之一。出土的青铜雕像会放伫当地博物馆，希望会当促进在地观光的发展。公视新闻张惠敏编译。联合国气候峰会即阵伫埃及举办，时阵各国是有讨论着讲，有一寡企业利用投资种树啊一款环保的事业来堵企业的碳排放量。不过实际上，因本地企业根本就无减少碳排放。联合国的专家小组就指出，会制定规定禁止这款偷食暴行为。第27届联合国气候峰会伫埃及夏姆斯克开幕，这届甲损害赔偿资金头一届列入讨论议题以外，嘛对企业的漂绿行为制定规范。专家小组指出，部分企业承诺要做到净零排碳，所用投资包括种树啊这新事业来抵消企业的排碳量，毋是实际减少碳排放量，这毋是真正的净零排碳。甚至有企业用这款方式，因抗扩大投资新化石燃料行动，定义欺骗大众的漂绿行为。The reason you're seeing everyone from oil and gas companies to consumer goods companies to banks saying they're net zero is because they think that that's good for business. But now they're going to be held to account, and that is both by being required to do the work, but also be transparent about it, report publicly. 联合国专家甲环保组织认为，净零程度无透明，也是统一标准，才会真歹调查。同时阵必须爱大量减少碳排放，甲投资饮食能源，才会当达到净零排放。另外，企业投资的新计划是无法度真正抵消碳排放量，所以呼吁各国政府爱制定有约束力的法规，禁止漂绿，要求企业伫一堂内底重新规划净零承诺，实际做到减碳行动。世贸组织认为，要达到相关的目标，爱推动绿色贸易、高压技术。For instance, transfer of environmentally friendly technology. Without trade, you can't do it. You need to get these technologies. You need to get goods and services for adaptation after a climate event from places where they are made to places where they are needed. 协助企业甲城市公开对环境影响数据的国际非营利组织 CDP 9月有做一项统计分析，发现 G7 国家内底只表面的净零计划，真正有可能让地球到2050年的时阵，温度提升摄氏2.7度，毋是目标的1.5度。公视新闻台是同朋友。澳洲最近这几年因为气候暖化，野生动物大量死亡。澳洲政府就宣布讲，未来10年会实施一个保育计划，甲3成国家的土地大约是5000万公顷来做保护区。另外，南非最近是出现禽流感，大约是有30只已经在要绝种的企鹅为着病死亡。正古水的有尾熊、有的摸树仔、有的坐树仔顶，向树仔骹看。有真侪珍贵野生动物的澳洲，这几年因为气候暖化，常常发生野火，也破坏动物的栖地，造成真侪动物大量死亡，数量超过10亿只。真侪动物强要绝种。为了要保护这寡动物，澳洲政府随时宣布未来10年要实施濒危物种零灭绝的计划。This plan is a more ambitious plan. It includes a target of 0 new extinctions. It delivers on our target of protecting 30% of our land and 30% of our oceans by 2030. 按算优先考虑保护110种物种加20个所在，并且将3成的国土列入保护区管理，面积5000万公顷。State of the Australian environment is bad and getting worse. We are the mammal extinction capital of the world. We've seen around 100 species lost. 除了澳洲，在南非第一个博尔德斯海沙堡保护区也发生濒危企鹅物种死亡的情形。当地是有名的观光景点，也是重要企鹅的生态地。但是自8月中开始，只敢剩3000只的非洲企鹅，有28只感染禽流感死亡。It's been affecting seabirds in South Africa and other countries all over the world for the last year, and we've had thousands of birds die. 保育组织解剖尸体，发现病毒加2021年引发的燕鸥等禽鸟类死亡的病毒株正同，科学家将会继续监测，破病的互因安乐死，那死去的鸟仔就用回收来减少禽流感病毒株的传播。公视新闻陈思彤编辑。感谢您收看今日的新闻世界通，我是苏比，咱明仔载同一个时间再会。